歡迎查詢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男性結紮手術服務。喺你決定進行男性結紮手術之前，我哋希望呢條片能夠為你提供所需要嘅資訊，幫助你作出一個知情嘅選擇。男性結紮手術係一種安全有效嘅避孕方法，失敗率為2000%。作為永久避孕嘅方法，重要嘅係清楚明白手術係不可逆轉嘅。因此喺決定進行手術之前，你應該慎重考慮清楚，會唔會有其他避孕方法更加適合你。避孕方法其實有好多種，例如男用避孕套、女用避孕套、口服荷爾蒙避孕丸、荷爾蒙避孕針、子宮環、皮下荷爾蒙避孕棒等等。每種方法都有佢嘅優點同埋副作用，因此選擇最適合你需要嘅避孕方法係非常之重要。我哋男性結紮手術會係以局部麻醉嘅方式進行，醫生會喺手術嘅位置上面進行消毒同埋局部麻醉，然後會喺陰囊兩邊或者中間位置開一個窿仔，將兩邊嘅一段輸精管切除，切口末端就會被封閉，以防止精子通過。最後會喺皮膚切口上面縫針，成個手術就完成㗎啦。輸精管係將精子從睾丸輸送到尿道嘅管道。手術嘅原理係切斷輸精管，阻止精子排出體外，從而達至避孕嘅效果。喺一般情況下，手術過程大概15至30分鐘。完成手術後可以即日出院。手術後陰囊上面會有1至2個傷口，我哋會安排手術後1星期覆診。通常手術後休息2至3日就可以恢復日常簡單嘅工作，但係都建議2星期內避免性行為或者過度劇烈嘅體力活動。手術之後，輸精管入面其實都仲有精子嘅，大約需要3至6個月先至能夠完全清除，所以手術之後繼續用有效嘅避孕方法係非常之重要。我哋會喺手術之後第3個月同埋第5至6個月為你安排驗精。如果2次嘅精液化驗結果都顯示沒有精子，就代表手術成功，咁就唔使再用其他避孕方法㗎啦。男性結紮手術係相對簡單嘅手術，但同其他手術一樣都有潛在嘅風險同埋併發症。手術後有機會出現輕微疼痛、腫脹、陰囊淤黑嘅情況，但係通常會喺1至2個星期內自行舒緩。另外，手術之後可能會有傷口或者陰囊發炎、血腫、精子肉芽腫、慢性睾丸或陰囊疼痛嘅情況。你可以放心嘅係，你嘅性慾、勃起同埋射精嘅功能係唔會受到影響㗎。手術後如果有以下嘅情況，請打29197771同我哋聯絡，或者前往附近嘅急症室尋求緊急嘅醫療服務。疼痛同埋腫脹突然間加劇，過咗幾日都冇改善到。發高燒，發現傷口出血、流膿或者有液體滲出，睾丸周圍突然間出現腫塊，並且越嚟越大。跟住我哋會講下手術申請嘅流程。當你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如果你想喺我哋呢度申請結紮手術，可以打25722222，或者上返我哋家計會嘅網站預約時間，見我哋嘅護士同埋醫生進行評估。我哋都鼓勵你用多啲時間去慎重考慮你呢個決定，同埋同你伴侶有充分嘅討論。因此，我哋會預約評估喺2個月之後。已婚人士喺評估當日需要同太太一齊嚟了解手術嘅細節，記得要帶身份證、結婚證書同埋所有子女嘅出世紙。護士會評估你哋對手術嘅理解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哋會提供更多嘅資訊同埋輔導。而醫生會評估你哋嘅健康狀況、夫妻關係，去確定你哋係咪適合做呢個手術。如果評估為適合，當日就可以交錢排期做手術㗎啦。我哋希望你有充足嘅時間考慮清楚，所以會安排手術喺3個月之後進行。手術當日預留大約2至3小時喺我哋日間醫療中心。手術過程大約15至30分鐘，但係需要時間為你作術前嘅準備同埋術後嘅監察。手術當日你可以即日出院，但係術後嘅休假就會視乎個別需要，病假嘅日數亦都會根據每個人嘅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。做完手術後1個星期要返嚟見護士檢查傷口，如果傷口情況理想，就會進行2次嘅精液化驗。第1次嘅化驗會喺手術之後3個月，之後再隔多2至3個月就會進行第2次嘅精液化驗。如果2次嘅精液化驗結果都顯示沒有精子，
咁就代表手術成功噶啦。我哋男性結紮手術係以套餐形式收費嘅，套餐包括一次術前嘅評估，一次局部麻醉嘅男性結紮手術，一次覆診同埋2次嘅精液化驗。喺評估當日需要繳交護士同埋醫生評估費430蚊。如果適合做手術，就可以加埋預約手術嘅費用3300蚊。當中入面有300蚊係唔能夠退返嘅行政費。喺手術當日就會交埋個尾數4920蚊。手術後一切喺套餐入面嘅項目都係唔需要再收費噶啦。最後我哋要強調嘅係，男性結紮手術係永久而且不可逆轉嘅手術，對你同你嘅屋企人嚟講都係一個重大嘅決定。我哋鼓勵你同你嘅伴侶有充分嘅討論同埋達成共識。喺考慮嘅時候，你可能想知多啲其他避孕嘅方法，請你慢慢考慮清楚，避免倉促做出不可逆轉嘅決定。我哋希望你哋睇完呢條片之後，更加了解男性結紮手術。如果有任何嘅疑問，歡迎嚟揾我哋傾下。有興趣申請我哋男性結紮手術，請致電25722222，或者使用我哋家教會嘅網站預約申請。